然无来了解女性的心情，害着阮为煞来自累伫行情。伊一日双人来约会，踮在初恋电话顶，前拄好有着早情无缘伊个人。听到这条1960年代的老歌《初恋的电话亭》，咱就想到原主唱人尤芳。毋那干那伊那尔，迄个时代，连带叶启田、郭大成、黄西田，又俊又美又雅又轻，阁有落尾手改名陈淑华的尤萍，拢总是雷虎唱片的班底。迄阵时间替雷虎写歌词，有真侪作品的作词家王丽华老师，今日要来到心所爱歌节目现场，和咱做伙开讲。我大声招你来听，伊的师啊，就是伊甲洪师阿丁两个牵入来播音界做广播人员的歌建中，对师娘讲几句话。王明山是老爸嘛，伊是新妇啊哦。这王明山是要甲迄个王祖良哦，配合迄个王丽华啦。王丽华都毋啊，伊爱阿丁啊，阿丁较怕，会使讲，袂是讲，敢若甲阿丁吼，像安尼敢若袂是私奔款型啦。到落尾啊吼，两个真恩爱。再来啊，再去，再来啊，再去。我毋则讲，嘿，这人生吼，人到落尾拢会改过。感谢王丽华师娘啊吼，我这个机会会当入来这个广播界安尼。但是我想钦服你吼，你安尼80出头啊嘛吼，你还阁咧做播音员，我钦服你安尼。身体健康上重要。这是我上欢喜的这个所在，我嘛要甲恁感谢讲，我民国58年就入来电台，伫咧阿丁广播服务团，伫咧服务，我是你的头叫师啊，今仔日有你，才有我，踮广播界这个存在安尼，所以我在这呢，也甲你感谢，感谢，再感谢。
予送你，因为是走到位，也快车要开去，无情的也快车，予我来看无你，心情亲像悲。伊自12岁就开始播音，是真真正正台语广播界的活字典。咱来欢迎名作词家，当时伫雷虎唱片，原来发挥真侪作品，到今还阁人真爱唱。王丽华老师，老师欢迎。国珍你好，观众大家好。自12岁就出名，我嘛足新鲜。听讲你迄当阵咧播音，爸爸，你的养爸王明山先生甲你呼一句讲，12岁天才少女，对无？对啦，因为播音的以前拢有播讲哦，王明山啦吼，甲12岁天才少女王丽华，阮就是大生爸仔囝2个，甲一个，我拢叫阿英姐啊，伊是下迄个下弦啊，下大弓弦，唱大马调，阮3个安尼，就是安尼做一个节目安尼，阮是讲故事的啦。爸爸咧讲，你内底咧做女主角、男主角的声。即摆阮爸爸伊家己主讲对无哈？主讲即摆讲到着即个讲若是伊的太太我嘛做伊的太太。我转来你倒转来会艰苦袂？你去休困一下有即个对比啦。就即个对比，这拢是自然的安尼先发展出来。伊讲到倒，我就配到倒迄人阵会唱迄个大马调。你若这少岁就家己对这歌调。有法度安尼去播音？这有原因的，我有学因为阮爸阮爸爸伊本来少年时代登山过台湾，伊是住伫福建，伊福建即个泉州伊即个较早的讲古经真多，伊自细汉就是敢若讲拢听即个讲古经讲古，敢若阮爸因敢若较早是做迄个杂货行啦。伊有读书，伊对即个故事啦剧情编剧足有天才。伊来台湾的时阵本来是去伫个中药房去学西仔工，但是伊的兴趣就敢若讲对即地八艺术安尼是真有兴趣，就走去戏班。你戏班的时阵阮爸先做原来引导，拢做小生嘛，伊嘛就有经过一番的锻炼啦在我知影的时阵我真细，我才3、4岁我是3岁伊分来甲我分啦，了后才我5、6岁，伊就开始甲我教，开始教我，敢若身段透早起来，就爱动壁，咱安尼骹安尼举起来动手。划涂骹有安尼你到时阵你要海左拍正拍才海过，因为趁囡仔时代骨头较软，伊就安尼甲我训练，煞落去。人讲戏班第舞袂吹箫嘛会拍屁，所以我定来听安尼唱歌，在看迄戏班安尼伫咧做戏时，我自然家己就会晓。无论七字调、大马调、金蝶仔、南管我就真自然，真细汉就会晓是讲伊自本应该是要训练你，会当去登台咱会行对广播做广播节目来。敢若有一站时间戏班较没落，就收倒转来做邻家因为戏班迄人阵是，阮无一个讲一间厝是伫倒，拢是缀迄戏班拢10天一个课数。南北二路南面伫咧台北，南面伫桃园，南面伫倒位安尼，拢无一个固定。但是了后，敢若一寡即个做歌戏的经济无好就戏班无法度整落去，无观众嘛。伊怎倒转来？倒转来一个机会啦。迄人阵电台敢若独一个广告，伫阮爸爸头前吴辉爽。吴辉爽伊一个大兄，
哦，伊一个大兄啊，捌阮爸爸，知影阮爸爸是伫戏班做戏先生，伫摆戏啊、编剧啊、做导演啊。伊知影讲，你会安尼吼来踮电台讲故事。所以拄好迄个机会，伊怎啊踮咧电台用一本书，伊的头一本的书就是《情报贩子》，伫咧讲故，家己一个讲。伊人阵啊，吴辉松嘛是家己一个讲。伊心肝内就灵机一动，想，敢若一个人咧讲较单调。因为我就伫咧戏班会晓搬戏啊，拢较细汉就上舞台也毋惊，就咧做王婆挂招牌安尼。什物歌仔戏啊，什物调拢会晓唱。伊就想讲，我带你来电台，咱两个来对答。因为安尼生的时阵变成一个新的无共款啦。到尾怎啊？参我落去安尼讲故事，叫一声就讲12岁天才少女，人听着讲，哎呦，这查某囡仔遮细汉啊，咱遮尔高安尼生，迄个时阵就做安尼，咱嘛想无。听讲大家烧钱要来看，讲敢有影12岁？对啊，我拄好咱迄现场，迄阵啊无这录音现场，现场伊咧发声电台伫咧2楼的，阮就按节目煞的时阵，按2楼吼，敢若食饭食饱要落来的时阵。规个安尼规个全人啦，我惊着咧，阮老爸甲我牵咧，我一粒仔囝咧，甲我牵咧，大家就一直甲我看，看到吼，大家迄个警察就来画，家己嘛袂晓想着讲会安尼先出名。遮少岁都有即种成功。袂晓讲欢喜啦，就是想都戆啊做安尼，人也叫我做，我就做安尼。安尼，阮电台足重视啊，迄人就客户就足济啊。开始伊电台怎啊生意足好啊。台长嘛足欢喜安尼时候，伫迄个时阵，广播电台有出一种广播杂志，敢若一个月出一本。迄人阵就叫阮爸仔囝翕相，要甲我做迄个杂志的迄个封面。你知影迄个时阵的翕相安怎咧？阮有一块岛安尼吼，阮爸爸坐咧，我徛咧拄好伫岛仔遮安尼。迄翕相就是。就迄个叫迄个有翕相机，就乌布啊砍掉的迄安尼，有迄个闪光灯，毋是像即摆安尼闪哦，迄是安尼做啊，敢若放炮啊安尼，坐好开始要翕的时阵，闪光灯一个拍落去，就嘣一声足大声，我目睭怎足大蕊安尼惊一个，迄人阵啊，我上爱笑就是安尼时候，毋知影翕相是安尼，尾迄张相片，目睭足大蕊的对。足大蕊，目睭足大蕊的。我即摆还搁伫怀念迄张相片，但是我迄阵少岁，毋知影通珍惜嘛，袂晓讲要去捡起来做纪念。即摆嘛无得看，我嘛想讲若有机会，咱找着即个杂志的即个封面，我毋知要偌欢喜。你讲迄当阵客户提供愈来愈侪，电台愈来愈重视。12岁天才少女一个轰动了。王明山广播剧团将做一个，搁再分化，内底人员一直增加。对，像讲迄人阵啊，敢若节目都有钓，有趁钱你本来是一个大贡献，了后就请人吼有下摆要恁的吼，分动销的，分动销就是嫁大成。嫁大成伊迄阵啊嘛是住咧树林嘛，变较侪花样，本来是爸仔囝，了后若较侪人，像讲夏丽燕吼，夏丽燕就是嫁大成的某嘛，因就是伫咧阮的剧团食头路两个熟识的，因爸爸就是伫咧夏丽燕，因爸爸是伫咧弹扬琴，弹扬琴伊就是伫咧甲阮配音，阮若讲着悲伤的，伊就走迄个悲伤的音乐。讲着快乐的，有当时都爱过场，就较紧的安尼。比如讲你咧走路啦，还是讲伫咧赶路，伊就用较紧的音乐，这个配音就是现场。也有violin，也有啥，刷来去，这个夏丽燕，阮爸爸都因为我做丽华，伊就将阮来做阮的团员的人，都合作丽燕，是丽冠。丽英拢是互咧丽国的就对啦夏丽燕比较伊真巧，因爸爸是算作曲家。你讲口碑吼，迄条异乡避乱梦，真系作词的。你甲郭大成两个讲口碑。对，因爸爸有做写昆阳，但是伊的这个艺名做洪明，
吼，因爸爸，伊写即首歌真好听，啊，原本的就是描写讲一个伫咧庄骹来遮互做下里的查某囡仔，啊，甲少爷恋爱安尼是，啊，伊迄段我甲郭大成讲的，这完全是原作者的唱法啊，甲讲法。连口碑嘛，伊甲恁教。哈，伊口碑嘛拢写好好啊，吼，伊迄作词的人就是有做这口碑伫的，吼，了后阮五虎唱片的时阵，才摕伊即首歌，因较早是吼，甲有兴趣做这曲的时阵哦，伊是出歌谱，伫卖歌谱，啊，谢丽现代生就是伫咧较早中兴北路较早路店吼，暗时啊，吼，敢若夜市啊安尼，因就是伫咧唱歌卖歌谱。卖歌谱到尾啊，就来互阮请的时阵，丽燕啊嘛真巧，伊对音乐嘛真会晓。啊，伊伫咧算阮剧团，阮两个算伊做男主角，我做女主角，阮两个变一对头。迄人阵啊嘛足受欢迎的。异乡比乱梦这条歌，事实就是恁原版头版的录音录了太好咧，结果吼遮尔轰动，落尾手。啊，搁遮尔侪歌手翻唱，一直 hit 到到即当阵。是啊，今日听才知影讲，你原始甲郭大成老师两个讲口碑，哇，一定功劳不小啦，嘿。尾啊，人因拢敢唱啊，对啊，就无口碑。敢若无口碑，拢无去，哎，口碑拢，但是其实迄个口碑才有迄个剧情。啊，我听你咧讲，今日虽好，恐惊难保将来。甲即马嘛搁印伫我的心肝内。稍等咧，咱继续等下甲王丽华老师做伙谈谈。啥人的原因？是你思念最伤悲，日来散去，心爱的就会记，我在等你，等待你，赶紧等来。出声，曾笑容送出旁，期待你紧等来。要去行，为着前途去打拼，要头烧白兄，心爱的听见无？我在叫你，我叫你。身体却无着，不免我来悲伤，期待你回故乡。
回来，你做你去，做你去，照你相逢，无情的大水，慢慢来离开去，期待咱重逢时。开始原底爸爸甲你分转来吼，是要配合家己的囡仔的。对。结果吼，你无听伊的喙，伊敢会安尼足懊恼？袂啦，阮爸爸真听话，吼当初较早的人拢有新妇啊嘛，就是咱人讲童养媳妇，我就是要配阮迄个大兄，叫做王在兴吼。因为吼，伊嘛尾仔嘛爱读书，读到高中去啊，逐个学问拢愈来愈好。观念无共，我的观念嘛无感觉兄妹啊要搁做翁仔某，敢若足奇怪，所以伊嘛无勉强。阮阿兄伊读书，若自细汉吼，伊互人讲着讲，敢若袂输讲这小妹要做某，伊会见笑，搁会气气因为阮较早带戏班，伊去读书，我是无读书。因为你做戏班，一位搬过一位，无所在读书。阮阿兄是寄阮一个阿姨，吼，去个山顶所在去读书。阮是缀戏班哩走，所以无法度读书。阮老爸伊拢会教我汉字，因为你搬戏你爱学四句联，有无？吼，迄个四句联拢有谱啊。你着爱看，我嘛真巧啦，我看顶字就会晓下骹的字啊，所以讲吼，伊会感觉讲安尼，我若缀伫个身躯边，会感觉安尼无面子，所以阮阿兄伊也气气，所以我感觉安尼是毋好啦，安尼我着无爱啊。尾播音出名，嘛是伫花生甲阿丁老师两个熟悉嘛。我真少回就是甲伊熟悉啊，因为伊来花生电台嘛是10几岁啦尔17、18岁啦尔。我嘛10几岁啊，就花生电台有1台甲2台嘛。阮伫1台，伫2台，就是安尼久来就熟悉啊。伊就较会顶笑开，较会讲笑，嘛真大方，伊嘛真活泼啦。所以就安尼。就甲伊熟悉，阮老爸无赞成，伊一声就讲，即个无可靠。我甲伊斗阵出去转来吼，阮老爸甲我关身躯间拍，伊老大人讲我是为你好，伊阿丁吼生做真活泼，外口就安尼是有人缘啦。总讲就是伊较风流敢若伊迄乐唱命吼，伊真慷慨，交朋友就是讲伊即落后摆家庭无责任感，真反对，真反对。你迄阵是足坚心要敬伊的。毋知是，伊是我头一个熟悉的查甫人，我嘛自安尼。坚心缀伊一世人啊！尾就是因为两个结婚，尾就是落去做唱片嘛。电台一个前辈杨辉光代替去甲阮爸爸讲亲情，了后阮爸爸迄阵是真毋甘，就是好啦，就两个都有介意，要求阿丁500阿的鸭饼，迄个时阵。500阿的鸭饼，尼才聘金拢免摕啦，尼是。这嘛是场面啊，嘛是民主啊。嘿啊，是真无看好啦，就迄个时阵少岁啦，就啥物人讲的拢听袂入去啊啦，哎呀，少年做过啊。尾两个结婚了，你是换过甲阿丁因报音，还是共款伫
剧团这边？我要结婚的时阵，阮老爸有甲因讲，阮查某囝家己爱倒转来我遮上班。我较早伫阮爸爸身躯边无领薪水的，就是嫁了后，伊讲你转来遮上班，我一个月会拍薪水，一个月1200块的薪水互你。迄个时阵的1200块真大钱，因为迄个时阵大学生来即个电台做播音员吼，一个月600。伊讲，互我1200块，就要倒转来伊的这身躯边来广播，因无人嘛。了后我因为阿丁是主持音乐的，我对音乐嘛真有兴趣。我嘛家己除了甲阮爸爸上班，我家己佫有买时间做音乐节目。就是迄个时阵，大家签做伙，一寡主持人开始做唱片。对，就是了后阮结婚了后，头阮囡仔还真细啊，就因就开始，阮大伯开始，甲迄个放上头的，周振兴因几个电台一寡好朋友就是想讲，咱播人的唱片，咱拢播迄落洪一峰啊，是文系。上较早文系的歌拢是，迄唱片还佫小小就摕来互阿丁拍歌啦。因这样想讲，咱家己就来做歌，甲咧吴老师吴景忠伊也是音乐底，伊算读书的时阵音乐底，所以真有兴趣讲电台嘛。毋知安怎咱会遐尼有兴趣，就怎落去做即个雷虎唱片。雷虎唱片了后，发生一寡代志，怎变五虎？因为是5个人。5个人，才号做5虎。迄阵子就是会晓作曲的作曲，作曲较少，拢是用日本歌。写词，迄阵阵雷燕啦，写雷燕真够哦。伊算讲因老爸佫是音乐底嘛，伊家己嘛会弹琴仔咯。所以讲真侪歌，叶启田真侪歌嘛，拢雷燕写的。迄阵想讲，阮着同事呢，阮2个拢真好。伊就甲我讲，你嘛用写的啊？你先开始是写倒一条？初恋的电话亭。今仔日节目片头，我就互大家听这条歌。迄个时阵无啥物资讯啊，甲咱电话，要男朋友要女朋友，这电话上重要对吧？较早咱的拢有迄个电话亭无？咱迄个路边拢有电话亭了我就是依着这个电话亭落去做这个歌词。一对情人安尼，因为误会写初恋电话亭，迄是我头一首的歌。我知影讲大家都欢迎啦，尤芳买来的歌真侪歌词拢你写的但是后壁人较有传唱、较有迄倒的敢若无几条，我写的较少。今仔日听的逐条嘛迄道，青青的嘛是，蔡红的嘛是，逐条嘛迄道。无啦，阮大伯阿丁的难忘的爱人较迄道啦。有我嘛有安排互朋友来听难忘的爱人，这真正是王丽华老师因难忘的爱人。我讲安尼有对同啦。叫你，你不知有听见无？自从咱离别了后，时常思念你，一片真真梦里不通来回记，期待一日多一日。
相思，目屎像雨滴。一生幸福，永远只望你一人。无意今日散分的无缘的爱情。思思念念你情人，到底为着啥代志放阮做离去？自然离开了，也无配又无是，伤心自泪流袂停。啊，雷虎唱片一个浪落吼，就大轰动啊，市场反应就真好啊。对啊，头一首歌是迄个黄世仁唱的《田庄遐歌》。啊，你有感觉迄田庄遐歌，伊人要落车的时阵吼，啊台北到啊，啊唔通袂记别人的物件，别人的行李，有无？系啊。啊，伊就是顶因遮想出来，超工要互人一个印象，哪会安尼讲安尼？结果大家都印象就足深啊。都印象足深的啊！你家己行李唔摕，你哪会是讲别人的行李哈？啊，这超工的。西店要来唱这首歌的进前，伊阵才17岁尔呢。伊住伫阿莲嘛，啊嘛真乖呢，啊还真少岁，啊来要唱歌。啊，有迄阵仔我是双生啊。啊，伊就伫阮兜吼，伊就讲来台北咯，踮阮兜困，啊困咧客厅。啊，阮的囡仔伊就抱了，啊你后摆要做歌星无？啊人伊嘛成功真乖啊，真乖啊。啊，你甲想，迄个时阵的雷虎唱片吼，大家拢真才情，作词的作词，作曲的作曲，啊，佮吼经歌星吼找新人的，大家拢足拍拼。是啊，足用心的啊！我你讲是大家吼无眠无日咯。我找歌吼，作词。我迄当阵囡仔食细啊，暗时啊，就是想就摕起来写，想讲要写伊的，但是较早拢是用迄个日本歌吼，伊的melody的是日本歌，啊词是咱台湾的，啊你着爱唱了会顺，啊佫有迄个意思哦。较早歌词无像即马短安尼一拍头唱到尾，无爱写3拍。即马虽然讲较无遐时间，毋过迄当阵有方有管迄等一年呢，还是讲迄吴中燕，迄完全查某囡仔的心情写得有够好呢。是，即2首歌我真满意，啊，无可惜较无流行呢。后壁的人敢若较无人伫咧唱，以后哦，像讲吼，等一年呢，人别人嘛用即个等一年呢，另外一个唱歌有无？啊，搁一个迄个吴中燕。吴中燕尾啊，你看同款迄个意思，同款迄个意思，洪英红唱一支小雨伞。啊，对你讲啊，两个男女。我们是前面，他就是迄个做迄个 idea 嘛，是当做歌同款摕来做歌词无共款。但是我吴中燕我写了袂歹。两个男女无熟悉哦。还无熟悉，雨伞一人举一半，啊雨水滴落唔知寒。哈，就是迄个歌啊，那迄个等一个呢，就是讲。啊，穿一个管带的啦，即马时间到啊，惊迄袂赴啊，吼！啊，万一啦，男朋友若受气要安怎吼？啊，要穿搭一领衫啦，吼！啊，要点胭脂啦、抹粉啦，吼！啊，时间都袂赴安尼，赶到到位的时阵走去啊。天良讲吼，共迄个时代，咱雷虎内底有遮侪女性的作词家吼，无简单，因为永早是真正是男性的社会，重男轻女的环境嘛。啊，迄个时阵。
几路的旅程拢真够写，你讲丽燕还是黄哦，玉莲？丽燕，哦，拢互人足怀玉念的。哦，我感觉伊真厉害。伊毋是台北人，伊是彰化人。你彰化就是，敢若迄阵都是咧国声电台。了后来台北来阮华声电台时，伊做人足好，伊一个下港查某囡仔伊是大学生哦，但是台语讲得真好，从伊的伫个感情上啦，伫咧写一寡即个感情的歌我感觉足钦佩伊，真是用心伫咧写，伊真够，伊字幕佫真好。落尾咱知影讲，伊写了上届代表作就是迄条《走马灯》嘛。走马灯佫为了10万箍，甲写咧，我是缀因后壁，我就想讲，哎呀，我嘛罔算啦，兴趣，所以我家己真满意的，你拄仔讲的等一年呢，甲吴中元，佫有爸爸紧转来，我嘛是，迄个时阵嘛是对着即个，敢若一个家庭咱的社会人阵敢若有伫咧讲一句讲，爸爸回家吃晚饭，有无？有诶拢定无倒转来啥，敢若家庭袂温暖，迄个政府一个呼吁讲爸爸爱转来食暗饭。我迄阵阵虽然社会较无遐尼繁荣，但是迄阵阵是台北算都市。下港的敢若讲来台北较有机会通趁钱嘛。即马厝的就是某甲囝伊来台北，两个啦分开两地即马煞咧台北繁华有当时就会惹生着家庭纠纷啦。即马翁仔某因的家庭纠纷无好，即马囡仔心灵上会受影响，所以我会写即首《爸爸紧转来》。即条歌有影一直到即马佫足时行。后壁面真侪歌星拢足爱唱，足侪人唱詹雅文嘛有唱，蔡幸娟，佫有即个像黄义玲嘛有唱。这真正写出一个妇人人的心声。老师我嘛知影你头拄仔咧讲雷虎会换五虎，迄个时阵你是上辛苦的，是等于是石无啊心对无？对啊，你有听到这过去的海人阵就是啥讲，这本来雷虎毋知嘛遐轰动像唱片做一个安尼轰动的时阵你迄阵因遮少年人毋捌，你有商标一定爱去注册，爱去申请对无？你若无注册，别人就会甲你冒用你雷虎唱片，这就爱去注册。所以讲迄个时阵，算讲阮大伯啦、阿丁阮丈人对即个注册有朋友就希望伊斗帮忙，就所有资料讲你甲阮注册伊安尼这雷虎唱片。阮爸爸意思是讲，即个雷虎唱片即马咧生意遮好，无伊嘛是要加入。要加入的时阵，去申请的时阵，总爱用阮阿兄的名。伊意思是讲，就签好了，再甲恁讲我咱甲股份就去斗阵做。但是伊无先讲了后，这是尾我才听这个吴老师讲啦。安尼是所以就变成讲啦，刷落去，为什么阮唱片有一块歌？互无良心的人，迄就是阮大伯真生气，写即块歌，甲咱讲偏偏是亲家代啦，要合作要做生意，用安尼生的时阵是敢若讲较无正当啦。对你变石无啊心。阮大家会生气，阮大家就会讲，亲家安怎叫伊做拜托伊帮忙变安尼生，为了这做生意的代志安尼生。伊讲一句我嘛，较早我嘛听无，无想讲一块炒肉伫咧食，伊阁敢安尼。真咸呢。我就知，我就唔敢，我嘛唔敢转去，我嘛唔敢叫阮爸爸。
敢若听因后壁伫讲安尼尔。啊，迄个时阵心肝足艰苦，嘛几落年，拢甲阮老爸怎样变讲伊也都袂去上班。啊，我毋知迄个时阵去情感乐的剧团，则甲张宗英熟识，甲赵桑熟识。迄人阵啊，才离开阮爸爸的剧团。因为阿丁迄人阵啊做音乐节目，伊算讲，伊嘛是做袂歹啦，缘投。啊，伊搁伫舞台顶，吼，伊敢若伫舞台顶拢有登台过声，讲，所以讲吼，就筹备拍即个《天下一大笑》电影，一个导演吼，讲迄个徐守仁吼，啊，就请伊拍即个笑客电影，啊，将即个即个爱慕物件艰苦内面，迄个歌落去做即个主题曲。用乌白话啊，乌白擦有无？伊就是伫咧做油漆工，啊，用阮的五号唱片的歌落去做内面的插曲甲主题曲，啊，迄人阵啊嘛是真轰动，佮随片登台。爸爸，较紧转来哟，为着心肝，不着伊离开乡里，落雨天满面酸风冷叽叽。你咧讲吼，唱片做了成功，天下一大笑电影拍了成功，敢若真正就渐渐较无家庭责任，我无法度去猜想呢，想袂到呢。
这大家拢知影，你应该拢会听人讲。啊，我就是感觉我捌伊的时阵，已经是足慈祥的啊，足亲切啊，无迄个感觉。老暗，迄阵是老啊，你捌伊的时阵，伊已经有小中风过啊，啊，煞咧嘛心脏病啊，啊，伊一直都怎爱算讲，迄中风的时阵，伊讲话无讲真，迄阵就讲了无讲真好势，啊，家己都有一种的自卑感，啊，迄阵就拢无出面，啊，身体都无好啊。啊，要安怎有？搁再要去外口车赢，啊嘛是问其党的，叫伊去做评审的时阵啊，慢慢来才恢复。既然伊遮尔风流吼，咱安尼老爸咧讲，互伊惨甲准，咱来甲伊结束，敢捌想安尼？有啊，啊毋过我囡仔是伤济，敢若肉粽咧。我5个囡仔，5个囡仔，啊毋甘啦。唔甘，啊！到尾啊，真，阮爸爸有甲我讲一句话，你都靠你家己，吼，啊，家己会趁钱，家己好好啊生活，安尼就好。啊，你莫甲伊受气，伊佚佗了吼，就转来啊。啊，伊就想早就甲你讲啊，啊是你家己买。什么款的心理讲？大家拢知的代志，啊，结果食到这个岁，你搁甲接纳，搁对伊遮好。为着囡仔，因为吼，伊身体无好，啊，我嘛无甲顾，后摆伊会拖累着我遐囝咧。甚至我即满有共款，我家己顾真好，我嘛无爱互死死吼。安尼讲有迄个负担嘛，是。所以我顾阿丁，我甲你顾，我是为着无爱互你拖累遐囝。啊嘛是讲当初，甲阮爸爸无欢喜，我家己爱，我要承担啦。我嘛是，啊，就是啊，食到老啊，佫计较遐要创啥，对吧？咱当初都是想要第一，啊，佫有生一寡囝，啊，你知影若是分开，对着遐囡仔吼，拢有影响啦。啊，所以虽然是真。有分啦，无欢喜啊！伊种费累真济，我甲人伊都转去啊，咱也莫阁讲伊伤济，是足称心的。啊，若想着讲，啊，我若一人一位啊，遐囡仔的将来，若受了影响要安怎？啊，较歹嘛是家一家哭掉，佫较歹嘛一家遐囡仔嘛转来讲啊，阮了有老爸有老母有一家伫的。伊敢捌甲你讲过反悔的话？伊袂讲，但是伊有行动。伊到尾来拢真让我，互我嘛爽的。我感觉，互我嘛拢点，拢点。啊，伊袂讲伊我毋对啊，我怎样来讲啊？迄过去的代志啊，啊我会。啊，身体无好，啊，我会较歹，啊，伊拢会点，我可能嘛可怜啦。咁样我嘛是真心头甲顾到尾，顾到伊安尼转去，安尼我嘛感觉讲我有完成，我就算有要第二，我嘛是甲你做甲到啊啦。安尼已经无话讲啊。真侪老听众拢还佫足怀念伊呢。啊，伊哦，做人是真好。伊哦对外口拢足好，吼啊，迄个朋友啦，啥物哦拢足慷慨啦。伊吼虽然是费累啦，若买下来像讲我的朋友还是啥物个，真尊重。哦，朋友讲要来倒伊来洗温泉，要来倒伊佚佗，你甲阮载者，人伊安尼足好。到即马我的遐啊，像无甲运动的，甲阮厝边的，就定来怀念。哦，恁翁真好，你要载阮去倒位啊？哦，恁迄翁来遐尔好。啊，我拢点点，啊，你毋知我啉来过来。恁少年时拍拼的成果，若无讲互下辈听吼，真正大家毋知影讲即个歌，即个有才调 hit 到。40-50年的歌对倒位来？难忘爱人嘛是，搁有头拄仔咧听，爸爸紧转来，今日才知影讲吼，你真正咧写你家己的心声，较早谁会知？啊，你听来讲，阮就上感谢你。啊，搁有老师，
你想讲送君在码头，想有会啊讲无情的十字路顶，嘿这嘛拢足侪人翻唱的啊。对，送君在码头是写互蔡玉凤唱。伊的代表作啊，一生就是这条。伊迄个唱了嘛真好，人伊迄个声白真大。了后，伊佫有叫我写一首，迄首可能恁较毋知，迄个后壁溪头之恋。这首歌你有闲，你会用来听看卖。袂输码头送别，就家己编写一些男女伫迄个所在安尼是吼相逢邂逅迄个感情安尼是。啊，你咧写作词迄个景吼，拢特别著名的。你讲码头啦，无情的十字路顶啦，也是讲河中园，伫咧河中吼，迄主题吼，对啊，拢足名的啊。讲袂记咧问伊名，最后一句讲共留安尼啦。迄听歌的人吼，听到安尼。愿唔愿你敢知？哪有人作词写安尼？啊有结局无结局无甲阮交代，迄拢你的灵感呢？这是敢若咧相逢一个尔，迄个缘分以后唔知会当着袂当着，这真歹讲。所以我就嘛是少年人的心声啦。迄当阵啊，迄阵啊无遮尔正自由恋爱，搁遐尔正开放啊。以前拢嘛足秘书的对吧？啊，你播音吼？是经过古老的时代，搁古老的时代，甲今嘛还搁咧播音。我相信是有真侪老听众互你一着对无？我家己感觉啦，我较无适合舞台，我较爱踮电台，我踮电台听众拢足热情的。我一个听众伫我10几岁熟识，甲今嘛也搁有伫联络，伊移民去美国，转来搁找我。一个伫咧苗栗讲。因的冬瓜真好食，讲要送我冬瓜，我讲我就遮唔管你台北要安怎去甲你摸迄粒冬瓜，我的冬瓜都会囥的哦。我感觉讲这听众真好，我吼有趁钱无趁钱无要紧，我只要有安尼少少，莫伤济时间啊，1点钟就好，我会当甲听众大家开讲，这嘛是我感觉足幸福的。听众吼，真侪接到你亲身甲回电话吼，因嘛感觉足欢喜的。甲即马还搁咧服务遮的人客，讲起来，阮是来对你真钦服。哦，电台有无共款的所在，比如讲，伊唔免伊真侪电视节目，无得因看了吵吵闹闹，无得因看袂下，讲话搁紧，听无。啊，若电台，人伊会当有一个伴，安尼甲咱讲话，甲咱做伴。做电台，我感觉讲吼，我一直拢袂放弃，我一直拢袂放弃。尤其这听众，我更加袂放弃。有诶甲我问讲，啊，你是当时要退休？我等下我无法度讲诶时候，我就退休啊啦。老师，阮继续期待你唔通退休，身体勇健，继续甲播音。啊，今仔日专工来啊，互国情来参详，伫咱心所爱歌镜头前。印一个甲世界电影明星同款，互大家钦服流传的手艺。老师来，做明星哦，本地就明星啊，从12岁唱到真啊。老师来。老师，咱加一定要身体保持勇健。老师一定要继续播音，真侪老听众拢咧期待。啊，做师娘的吼。唔通去输恁师啊，唔通输歌见中酒为前辈，逐工安尼继续甲播落去，互真侪老听众拢得到安慰。感谢老师你来开讲，心所爱的歌下回再过来开讲，多谢。谢谢老师多谢，谢谢。